實用護眼操。首先，大家要先清潔雙手，然後開始我哋嘅第一式。第一式，按摩太陽穴。我哋輕輕合上雙眼，然後用雙手食指嘅第2同第3節關節位按摩太陽穴1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哋再做多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二式，按摩上眼眶。用大拇指輕輕按住太陽穴，再用雙手食指嘅第2同第3節關節位按摩上眼眶1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接住落嚟就係第3式，按摩下眼眶。繼續用大拇指輕輕按住太陽穴，再用雙手食指第2同第3節關節位按摩下眼眶1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四式，眼球肌肉放鬆。接住落嚟，我哋就做眼球運動，放鬆一下眼球肌肉。首先，我哋用雙手托住下巴，穩定我哋嘅頭部。等我哋個頭喺做運動嘅時候唔會亂喐。首先，眼球向上望3秒，1、2、3，然後望返中間。眼球再向下望3秒，1、2、3。然後望返中間，眼球向左望3秒，1、2、3，然後望返中間，眼球向右望3秒，1、2、3，然後望返中間。我哋一齊再做多次啊！首先，眼球向上望3秒，1、2、3，然後望返中間。眼球再向下望3秒，1、2、3，然後望返中間。眼球向左望3秒，1、2、3，然後望返中間。眼球向右望3秒，1、2、3，然後望返中間。咁我哋就做完護眼操啦。